你睇下呢個世界幾紛亂啊！2026年啊3月29日啊，中午啊，食晏嘅時候啊，墨爾本市中心啊，世界紛亂啊！嗱，電車行到呢一度啊，都冇得行啊！電車行到呢一度都冇得行啊！唉，個司機即刻走返上去啊！哎呀，走人啊喂！呢啲啊，採訪記者啊，嗱，呢個採訪記者啊，好似啊，大肥佬。Free Palestine 啊，Free Palestine 啊！30年前啊，老頭子已經同我講啊，巴勒斯坦俾人亡咗國噶啦。30年後嘅今日啊，仲未曾可以立國啊！呢個世界啊，只有拳頭噶咋。Hard work today 啊！你同佢講，我都唔睬你啊！辛苦晒你啊，我都唔睬你啊！真係你班爛蛋真係，佢哋啊信耶穌啊嘛，你呢啲係信阿拉啊，魔鬼嚟噶嘛，梗係要殺晒你啊！總之唔信耶穌嗰啲啊，殺晒佢。佢話無殺人。殺魔鬼呢就唔係人喎，咁啊你可以任殺都得嘅，係嘛？10誡入邊呢就話無殺人啫嘛，唔係殺人啊，嗰啲魔鬼嚟噶嘛。佢唔信耶穌咪魔鬼咯 ，devil 咯，咁啊殺晒佢咯。呢個世界只要你夠大係嘛，冇辦法噶啦。努力啲，我支持你。仲要有個好似人哋啊賽車咁嘅樣啊，有架賽車Formula One 咁樣啊，開路啊幫佢。Free Palestine 呢一個係伊朗國旗同埋巴勒斯坦國旗，巴勒斯坦旗同埋伊朗旗嚟㗎，呢個係阿拉法頭巾，小弟以前都有。Free Palestine， Free Palestine， 唉。聽到嘛 ？Free Palestine 啊！小心啲喎，你啊入咗去真係。仲有㗎，我以為冇添，仲有㗎。Genocide 啊嗱！只要你以色列啊！以色列咧就係屠殺啦，以色列屠殺呢個伊朗啊，genocide 啊 in Palestine 啊 ，stop 都冇用啦，只要你自身夠強，邊個打你啊打挫佢，咁樣咧就冇人夠膽打你噶啦。中國必須要復興啊，強大啊！嗰啲黃絲一定要去西北方食屎，支持你啊！
我口講㗎咋，小弟做唔到啲乜嘢啊。Free Palestine 少咗啲喎，今日。好，係咁先。